小丹。这小丹都不见了，你竟然还有心情嫌这个？你还算是老师吗？你口口声声叫我老师，到底有没有把我当过老师啊？费小丹他不见了。想要找到费小丹其实很容易的，你只需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不就是整你让你输入5000块钱吗？我明天就还给你。我想让你学会如何尊重别人。叶玉虎，你到底在闹什么？你回来了。叶老师背我回来的。据中海市气象台报道，超强台风苏拉明天早晨将登陆东南半岛，造成局部大范围降雨，请市民们做好防范工作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out of the service area for the moment. The passion happens every day on ESPN.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。这什么破地儿啊！手机一格信号都没有。钟摆，钟摆，怎么了？你有信号吗？在这种地方，只有短波电台才好用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据气象台预报，明天超强台风苏拉将光临此地，造成局部大范围降雨。橙色预警。卖什么关子呢你？说人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野营计划是3天，我们订的船后天才能来。这鸟不拉屎，手机又不通，所以很有可能我们都得牺牲在这儿。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儿。你说这是废话，咱们问下老师吧。老师在哪？廖老师呢？廖老师呢？那廖老师那儿呢？哎，老师！为什么不带我们？慌什么慌？叶一虎，你留下看着。李玉忠，你跟我去看看，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躲的？啊，走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？我们不会死在这儿吧？我就说廖学兵不靠谱。等他俩回来，咱们扎个木筏子。台风来之前，咱们离开这儿，行不行？啊，行不行？好。开什么玩笑？咱来的时候大船开了多久？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哎，我看那边有个灯塔，不行，我们先去那儿避一避。啊，赶紧收拾东西。行吧？行，收拾一下，快。对，快啊！哎，玉虎，看，廖老师，廖老师，真悬呀，廖老师！幸好你来了，我还以为我们都要交代在这儿了呢。是，谢谢你，廖老师。哎，不用客气，我是你们老师嘛。来，
快上船了！哎，忘了件事情吧？上船之前先把船费结了，每人200。200块，赶紧啊！哎，你也知道的，船是租来的嘛。我刚参加工作，很穷的，快点的。轻点儿，走你，下一个，走你，来，周安啊！哎，魏小丹同学，小心你的腿！哎，给钱！哎，走你！嘿，虎子乖！嘿嘿。小白，啊，有事吗？你过来一趟呗。什么事儿啊？出大事了。怎么回事？今天潜水街来了一帮人，把死废了。什么人干的？还用问吗？你怎么看？啊？我明白。站住！你想干嘛？怎么了，梁老师？怕了？是。怕了。我怕更多的兄弟像他一样躺在这里，尤其是你。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没事儿。我这一辈子就跟兄弟们在一起了。你呢？我也是。我只是在想，我们大家除了动刀动枪去拼命，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？廖老师，社团有社团的规矩，叫帮规；学校有学校的规矩，叫校规。今天这个事儿，如果你不管，我叶小白也不管，我不知道我们兄弟们天天在他们这干他们什么呢？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当老师吗？如果我们当年都能把书好好念完，今天不会有飞车党，不会有兵哥，不会有白哥，不会有这么多兄弟一个躺在这里。你还记得从小长大的兄弟吗？死的死，判的判。他们还有机会，还有我学生，他还有机会啊！你想干什么？说得好，廖老师，我们走。都他妈不许动！廖学兵这小子，告诉所有人，先不要动，让我想一下。
全时尚手册之网讯科技前线，每逢周三晚上9点50分，凤凰卫视中文台。哥哥，你在吗？我是小小啊。小美女，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你好几天了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有啊，我挺想你的，我每天都有悄悄地观察你哦。难道他每天都专门跑到学校里来关注我？哈哈，其实我是个很幽默的人，只要你平时多加注意一点，一定会懂得我的不凡之处。嘿嘿，我早就发现你的不凡之处了。我实在是按耐不住，想一睹你的芳容啊！不要啊，今天好丑，改天吧。居然敢挑逗，一定是个淑女。廖老师这么好，我们是不是不该再尊重他了呢？芊芊，芊芊，芊芊。你行吗？好难。车了。南哥，你看，那不是斌哥吗？除了他还有谁啊？不会吧？斌哥现在怎么怂成这样？照以前的话，早就上去开打了。走。 哎，美女，你怎么来了？有谁规定青春美少女就不能来的呀？当然可以，我们这就欢迎青春美少女，对不对？你一会儿不会消失吧？那得看本小姐心情。
心情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告诉我怎么找你。你找我干嘛呀？笔。笔。白哥，笔。手。哎，痒！耍什么流氓啊！真的痒。